现在还做制作人。制作人啊，对啊，推女团。他改给创作，就是产量要多一点，那我再贡献一点自己的小心力。对对。你怎么不对啊？他不是怎么组男团呢？你为什么不自己组？我这样能吗？可以啊。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。罗哥他对你很好，他叫我在老俩表妹够拿充了100。对，他说这个照片是用他的大头照做的啦。你这个照片你看这个啊，太诈骗了啦。歌词了配那首歌。心莫留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小康老师哦，印象当中是那种小孩子的声音，哎呀，你的 key 怎么那么低啊？你 key 是以前他的这个。三五六啊，冲啊，心路开路，莫冲过的心酸，老爷大擂台，老爷强下来。有啲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阿鵬哥啊。來，吉娜大家好。係。哎呀，根本嘢喺內度呢，老爺大擂台特別幾百啦。你條破題咧嘛？根本同樂飛。同學飛啦。咩戲啊？嗬。係啦，同樂飛創作歌手嘅。叫我同樂嘛。係啊，講到創作歌手，本身就一位非常優秀嘅創作歌手。冇錯。係啊，自己會寫歌詞，又會寫歌曲。又會編曲，又會唱歌誒，哇！你這個才華齊聚一身。他講人都按用啊，前拉就會按用。哦，被逼的就對了啊。通常我們的記憶滿點，就是因為前拉或者是你朋友少就會按用。所以我覺得其他做後來很厲害，我覺得你們，因為像。朱秋矮，我只是一個唱歌的人。你就有錢啊？也不是有錢，就是我出道的時候，那我跟演推看冇流行創作歌手。哦，這位沒有去改創作啊？記得？我有唱過幾首。有嘛？B 面第9首嘛，是嗎？對，就是沒有當主打的那種，排不到主打。你有弄蠻名的呀？啊？你去改創作的歌有弄蠻名的？我忘了，反正每年那個 Music 那個就會按台灣的中華音樂協會，就是會寄一些來哈，對啊，然後就收到那種幾百塊那種。幾百塊都多了呢。真的嗎？嘿啊，你跟我去給他創作哦。我自己的創作，我有2首歌。那不錯啊。那個時候有擺在就是這個開唱片公司的時間，還冇事情咩？嘿啊，就是我在寫，那時候就寫一些歌詞，然後曲就會交給老師幫我寫，那詞的部分就是有分到一點錢。哦，當然呢，你有沒有創作歌手啊？我算是啊。對啊。哎呦，我算了。只是創作方面就是沒有唱歌厲害。還有我晉升為唱作歌手了。這個笑聲什麼意思？這個笑聲什麼意思？其他下歌詞沒有創作歌手嗎？懂厲害啊！懂厲害啊！很厲害嘛！小天老師，你們會下歌的呢？佢下本用呢？哦，佢下本用。對啊。來表現一下，衝一下。可是是 AI 唱的，我不想聽他現場。算了，別，好嗎？別，今天老師都在啊，你就唱一下，好不好？看，請他們來唱歌，要錢，請我唱歌要命，不要。會笑得要命是嗎？就像我現在每一次站在舞台上唱歌，都是在賣命的唱歌一樣。哦，懂厲害啊，懂厲害啊！基本有唱到創作歌手啦，有分享佢哋嘅音樂作品，未來到西族嘅創作歌手。西族安尼客家嘅非常 very 優秀嘅安尼創作嘅歌手歌王，一組一組嘅聽我歡迎你們，謝謝你們。哎呀，今天跟大家同樂，我唱後堂嘅歌問大家聽。好啦，來第一組來賓，童文成、伊蟲蟲帶來時光膠囊。好，哎呦，好來彈過啦。敢還記得散發當中吐出雲頭，彈琴唱共我。
光胶囊写着勇敢做梦，青春来长袖。Right now, get ready for 好痛后，数天的数口哈哈，一把身体比梦想感。Dreaming about it， 好痛后，数天的数目标下，遇到困难当做太阳噶。Moving forward， 愛在條命。先发动中，投射涌头，弹琴冲够我，是否记得？时光胶囊写着勇敢做梦，青春来长久。Right now, get ready for 好痛后，数天的数口哈哈，一把身比一比梦想感。Dreaming about it， 好痛后，数天的数目标下，遇到困难当作太阳噶。Moving forward， 愛到條命。愛到條命。愛到條命。是我们客家这非常优秀的呢。哎，他们两个还没有那个打招呼，他们两个都要有一个那个和声部的打招呼。我还没打招呼，那个罗哥就要跟我们加入了。哎呀，可以哦，加低音部的，好，给你，都给你哈。Hello， 来，怎样啦？为什么我会脚软？你们要讲什么？同名成一重冲的。对，好，来，1、2、3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黑同名成一重冲。西冲冲冲冲，好可爱哟！我发现我们作为歌手拍子不太稳，天都破了。哪一位啊？所以我们两位，我就没办法二重唱啊。对，我们只能 solo 歌手而已，跟不了别人。太好笑了。陶文成亲舅没来了呢。所以加去条歌是新歌的吗？新歌唱出来吗？热乎乎、热腾腾的，烫。天白的天时当风，充满太这个糖，小露露的新歌。讲给马狗诶，介绍一下。到時光膠囊，嘿，你用版講。應該係講時光膠囊。應該漢語嘅詞量係冇有膠囊兩個字。你就是吸收嘅嘛？雞卵管哦。哦，雞卵管。雞卵管，給卵管。幾輪罐？幾罐的用啊？對啦，你們現在很厲害呀！那先講一下為什麼會創作這首歌曲？好，呢首歌曲係因為按照啦設計嘅母校合作。哦，對，按照母校嘅校歌。對，冇錯。還有同16位學生向下嘅合作嘅歌曲。16位啊！按照係按照嘅學弟跟學妹。佢記得當 T P。係因為佢哋都唔係客家人，都設計去報名，我想要嚟參加人哋嘅發。你哋學校係啲客家種嗎？新竹縣竹北是客家種，但是可是很多人都是新竹嘅小朋友唔曉講。對，
其中你俩青晓讲的呀，有个平头可能人东东呢，是客家网红。每次滑那个短影音都会看到，都会看到。你有没有点赞？你有没有点赞？他讲如果时光胶囊按样办讲，他讲你唔咩嚟讲，他讲你唔講嘛計下，時光幾多狗，幾多狗，有可能，幾多節目哦，很年輕的，對，推廣客家話，我覺得很厲害，而且那個點閱那個收看很高呢，按讚數都好幾萬呢。他們現在已經有廣告數，按讚數，按可能手很骯髒然後就按讚數，對，按讚數很高呢，很高啊，什麼太嘎子？我是他們的尾數哎，哦沒有啦，真的，金大姐謙虛了，因為我覺得做對方向，夢想對方，我自己也很難，就是很難以想象，就是說，沒想到安尼搞客家話嘅夢空用嘅講法，竟然要按多年按隔意。其實懂神奇啊，其實人哋唔係想要搞太假嘅，其實人哋分享自家神奇神法啲報道神奇嘅客家話用。一開始人哋就想講錄音家，平常時間不會講按用嘅法，佢哋不會人一定會有生老病死的過程，然後人哋想講，用唔會懂叫冇糖凍咯，行起講倆隻石頭係冇啲嘅糖倆隻嘅客家話，嗰時候人哋就用到用路檔，冇想到按懂英文咯，懂英文呢，你兩個倆清風。比如講，國語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？客家話咯，你讓我怎麼按呢？啊，有數字切推子，他就會加一些有的沒有，類似這樣，很強烈的措辭，這樣。對，但我覺得是好玩的。懂神奇啊！而且做到已經小有成就了。前一陣的寬度有戴眼嘞，蔡司眼鏡哎，蔡司眼鏡找你們代言啊？對，他是我們的翻唱客語版本的蔡司歌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對，三不靈。哎呀，懂厲害，同城三重唱，要不要加入啊？太大咖了，太大咖了。三重唱，對，繼續發揚客家話。好 ，OK。哎呀，如果扣你啊，對吧？你像那裡有他有寫校歌了嘛？從小扎根，對不對？然後你看你不經意的就在抖音或者是在一些短影音片，然後就玩這個東西，因為沒想到玩出自己一片天呢。新生推給媒體啦，那是無心插柳柳橙汁嘛。柳橙汁，這好笑嗎？乾杯，乾杯，柳橙汁。所以你們現在只是就不用到抖音，還有不用到其他短影音嘛？現在還都有連結吧？哦，and 還有 Reels，IG 的 Reels，IG Reels，然後還有 Facebook，FBA，還有 YouTube Short。YouTube 的 Short 的短影音。抖音呢？小紅書。抖音還沒。但抖音我們有唱那個大展宏圖哦。羅哥也會。羅哥是不是也有啊？有。他現在已經學新的歌了啦。對，現在做乜街有沒有？怎麼改？清醒的都播牙亮，你就唔記得。對，我還因為唱大展宏圖那個蘭老原唱，他來台灣開專場的時候，還邀請我去當嘉賓。對啊，但我很低調。你又掠奪了。我有掠奪，我很低調。第二天記者全部要來問我，我說沒有。那不是我，認錯人了。那是大牛，那是 Daniel， 那不是我。你要認清楚，我是韋禮安。郎老爺其實他也不認識我，那是主辦方覺得說，一定要找一個台灣當地的比較資深的一個人來 KOL， 來當個嘉賓。其實他現場那天有請了2-3個嘉賓，他想要來一個神秘嘉賓這樣子。你有神秘嗎？他們沒有公告啊。我是後來出去感冒泳池子，然後下來，瘋了這樣，怎麼有可能？對啊。為什麼這麼多歌，然後出去還是唱感冒？而且是他的 DJ， 他 DJ 還是從廣東請來的。這什麼歌啊？這什麼東西啊？感冒又死。對，然後我們這個可以做3重唱，我們3個默契比較好。主辦啊，跟藍老講說，這個羅時豐，他的地位就有點像那個你們香港
广东的那个谭咏麟。曾志伟哦，谭咏麟哦是哦，谭咏麟的地位哦，所以我到的时候他就主动先来跟我打招呼，不然本来也不知道你是，还以为我是谭咏麟，怎么可能？殊不知是认错，是不是？认错也是太瞎了吧？没了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哦。哎呀，董山啊，你六季末正经懂腔，又懂音准。我就继续啦，继续，好，就是对的事情就坚持继续做下去。对，不同的方向突破客家圈这样。好，好不好？什么？谢谢，好，加油！跟玉彤成型的作品出来了哦。什么太卡？大家都支持啊！谢谢，好的，稍后来 V 董叫冇来了，郑中 V 带来水奖给阿婆。好来。真心歌传中你，又会创作，又会讲声音的，声音的电音响，运气用光了，是哇，俩是动手的，俩动手，你敢讲？你干嘛？就烂头。对。罗哥，你等下左手要消毒哦。爱你又该杂杂该压迫，日本是退来出世，大肚山那边拉歌，从细做工玩欢喜。爱你又该杂杂该压迫，日本是退来出世。大肚山都无疏托，从细杂杂为先发，从家后为子，种菜做工来荣家，真心歌传中你，杂杂波，你赞什么？爱了背跟浪一家，后山爱是的，这不没爱辛苦，做过累。爱了背跟浪一家，跳摆辛苦做惯累。手脚袂大家，杂杂流来来哟杂，太心哟杂，爱三心哟来来两我心啊，有一路。为子种菜做工来荣家，真心歌传中你，爱讲杂杂破，你赞什么？他讲爱了背跟浪一家，后生该是的。辛苦做惯累，喊来喊到手脚。
局袂打紧。认真讲伊个水点解阿婆？zap擦了来我用zap太心我zap爱算心用爱来了我心啊。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，厉害嘅创作歌手，又會唱又會創作，又會講聲人呢。聲人的電影下，本用有講，五子登科，對不對？哎呦，真的，運氣用光了，是哇，是倆是凍水的。俩懂水，你有白讲？哎，我最近蛮旺的，我不要给你沾。哎，罗哥最近有那个神器加持，你等下可以跟他请教。没有，就多跟运气好的人和在一起。对，你往罗哥那边站一点，他那边运气比较好。来，罗哥过运给你，都叫摸了，结果啊，摸伤，摸伤，这边是不会啊，是你敢摸？哦呦，就烂头。对。罗哥，你等下左手要消毒哦。哎，感冒对于主持人高数来讲，靠嘴吃饭的人很害怕哎。错啊！难怪我刚刚看听起来有点闷闷的。不过就用东后堂了，你还是有你的基本实力。还是有到点。嘿啊！你讲人不会冲的人，个青菜冲，基本都有啦。虽然感冒什么种啊，但是万一这个共鸣啊，要冲啊，非常到点，跟也跟下去这样。哎，给本来懂厉害呢啊，真是赚大钱呢。本来做工程师啊，而且你本来做工程师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认真在上班啊。你都是上班的时候在写歌，不是吗？错，多么水啊，都在多么水啊！怎么又给快，你快，你给跳过。嘿，其实这是因为读念铁研究所嘛，所以说讲啊，就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，就是做读铁咧，那就做工程师。不过其實都冇嫌棄啊，但係對你田螺咁打就是多麼水，每本同時看到。啊，同時要看到。動下面。同時看得出來哦。我同事看到唔怕，強盤嘅那個要俾啊同事，去報個主管。所以那個左右同事都要打點好啊，對不對？錯。所以後來應該是像講啊，是順利是自家轉去家鄉去做做自家鄉會做嘅事情。相關的事情啊，所以還要做創作歌手，還要做好搞嘅線上，最缺咪可以去教仲未要配音咪要。哦，配音咪要啊，配音配音當難呢，那最缺咩可以試點哦？哦，係啊，其實當難咪基本係廣東多白，錯，還有個口氣，有冇？錯。他說：“你可以不要講得這麼像廣播人嗎？可以普通人一點嗎？”啊，因為可以學落去，只是會唱從朗讀比賽嗰種嘅人法，不過做唔得啊，因為平常因廣播全部係，就唱給平常人講法，做旁白的角色。皮影冇鬼，你最好是用背起來的，你真的看着這樣就會沒感情。用配起來，看着他的嘴型的廣發。冇可能，唔係嗰種皮影啦，我是旁白。唔係皮影啊。因為對佢嘴型嘛，所以大白是東衝。就東衝嘅基本上你要說得很短，跟是這樣哦，開始東手裡。不過配音演員有冇懂理會啊？就是個體驗吶，不同的體驗吶。就是你看你從工程師啊轉職到這個創作歌手，對嗎？哎呀，又做很多斜槓很多東西，對啊，其實這個就人生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嘗試啊，突破你的舒適圈。沒當現人啊，就係讀到線上是圖愛求下去培訓該掉。係啊，哎，這個也是多一份收入。對啊，對不對？就像這個兩姐妹一樣，對不對？哎，沒事在那邊，哎，同你講哦，哎，兩妹有殺雞呢，我上青島嘅發。
对啊，那他这样就有一些厂商置入啊什么的，这都多的嘛，很棒。对啊，这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，很棒啊。所以说一定要是走斜杠啦，是还有当然系做阿爸，是土用那声音，生也都会懂后啊。是啊，大家礼拜是重要，你所上个土鸡了现来啊，因为早3岁，有他们完整的那个童年生活。对，现在多陪他了，因为长大的时候他就不陪你了。不会，你现在好好培养啊！你们不是就是那个增加 family 吗？表演的时间全部用他送台嘛。本来是跳摆是为土鸡了送台，2公婆，2公婆加2张2用天，不过后来。我抬来了，两下眼神咧是开始维修咧，唔敢表演咧，唔敢听懂咧。为什么？会讲啥嘞？真的哦，他本来是本来掌控全场的人晨晨本来东台风，不过两下是变咧。哦，真的哦。懂多声演出来呢。小时候哇，好好的表现呢，一长大哇，慢慢，他才发现我的个性是我是爱人这样子。后来本蛇这是开始大摆音乐表下，其实你阿弯记的嘛？这边做对啦，这是我的菜。我俩刮目镜是当成卡通人物，刮目镜啊！这么小就刮目镜啊？系啊，我本去看手机呢，不过其实讲天生闪光，没办法。哎呦，还是说你有？唔似噶，唔要呀，讲日本用要，咩冇？因为我唔过係因為佢讀幼兒園嘅時間，但開始視力檢查，讓張白煙到，原來係用佢講6歲以前做得好啊，糖果沒有，很闪眼，没有，現在的醫學科技真的很厲害，對啊，這個近視啊，什麼近視散光這還好啦，都很好處理，對啦，那個就是在10秒鐘。你就躺在那裡，好了10秒鐘，錯10秒鐘，繼續。哦，你有通過呀？手術？我沒有，我不敢。哦，應該走啊！對，一副好像，不好了。之前有一個，就是那個大學眼鏡找我業配嘛，對要幫你動老花，他就要幫我動我的那個近視跟老花，還或是白內障啊。你有白內障了？後來檢查我沒有，我還算健康，對，那就近視也那個閃光嘛。我說，哎呦，我不敢。然後我就推那個謝依宏跟吳秉珍。劉三玉同的啊。對。他說弄完以後，他世界變光明，清楚到不行這樣。這剛弄完，每天起床還以為要拿眼鏡這樣，其實都忘了。會不會我一直以為眼鏡很髒，原來是我眼睛長什麼？就是眼睛不好，有可能，大概1個禮拜，大概3天到1個禮拜你就習慣了。下次再找你代言可以推我。好，希望，大學眼鏡哈，來，拜託，OK，好，繼續加油啦，哈，希望有更來更多目標有2位可以突破。好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，謝謝安之森，總比安之森，謝謝，哎呀，希望這個家庭下次全家帶來了，對，越來越幸福美滿。好，來殺下來，殺來起司飛帶來是寶牙，來，彈過啦。曬了一下子，太低去搶嘅火把你跳那麼濕答答，用數太低爬上你色彩麼麼特大，小朋友強下來起好把教水，你下個馬來強下掉鬧嘢，數空那啲墨住頭線又黏落路，你頭用不來，對那強又冇法。是你的跳舞，放任從流愛照亮在無卡嘅路，其他工作的碰點泡茶，是包也未限你做下，無限時差，亦講聲你呀，無到快樂跳，笑下。
船，抬起手枪的火把的，跳那么湿哒哒，用手抬你爬山的，实在默默搭搭，小朋友穷下来起好把教训，你下个马来穷下丢到眼，树红那点梦就偷心亮零落度，你同样马来，对爱穷又没法度。天公万重梦，爱人的歌，大嘴鼓，做的你嘅唱歌，生的你嘅跳舞，我严重了爱照亮全部家嘅路，他拉我做你捧的好茶，手包呀阿妹喊你走下，莫喊凄惨，日刚刚生你嘅，모두快樂跳。 充滿來老嘅歌，大嘴鼓，做嘅你嘅唱歌，寫嘅你嘅跳舞，我嚴重浪係照亮全部卡嘅路，你聽我們做你捧的泡茶，手包呀未喊你做下，無限凄慘，日剛剛寫你呀，我都快樂跳，寫話。 永远不老了，美哇，魔女。这背影大概20岁，前面大概28。谢谢。你唔好老哦，深陲懂哦，跟真的。妈整天跟小有老公好好照顾有差。是哈，是哦，你这样讲，这样讲不对吗？我生你呢，这个神陲会编的。有啦，有编呐，所以藏起来啊。懂货，真的哦，有藏起来，有藏起来啊。哦，所以你这个宽宽的又有点怀孕的，不用太 detail 吧？今天是怎么样？今天是审美大赛吗？哎呀呀，加几条歌的吃饱呀，还有个这边安尼节目的个。本来就係視頻線上嘅歌嘅，改編歌嚟呢。改編啊！係啊，去年2024年嘅時節，出嚟發啲專輯地方就地方屬於咩屬歌曲啦。哦，重新改編嘅版本。對。啊，不過頭擺嘅版本呢，係屬於啲另外一種合輯地方。跟合輯我記得咩叫中意嘅歌曲，我都把帶。哦。把帶係腔下美麗新民謠嘅上司。哦，你又去掠奪他的歌？沒有掠奪，我沒有掠奪，他們各自創作啦。各自創作啦。他可以上司，因為當時這些亞洲歌曲沒有，那其實我有報原創，可是沒有過。你跟我聊條是報呀？係啊，可是沒有過。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唔定樣版型，他改天是台大天發了，佢上司係蠻熱氣的。哦，副台長係個湯哥，佢就講誒，冇亞洲歌曲有可能做腔下安尼合輯冇，結果合輯做好之後，佢講想去編啲黃金舞，讓佢隻單元佢哋會做片尾曲。啊，佢上司張亞洲歌嗰張本人可能都本人彈。條條歌係清風啊，你同董演聰啊。誒，後來就係一直編呢個合輯地位，啊，唔過佢上司係冇想去出專輯，啊，就一直編呢個合輯地位。啊，後來張開始慢慢的去搞，好似寫歌較多歌曲，然後去搞去做專輯，也係請朋友來編數做專輯啊。哦，這樣重新編曲，這樣不用後來張重新編曲。2024嘅偏東地波度，將編一批改編嘅版本。錯，啊，唔過我編偏東。做要給專輯之前，其實亞洲歌曲做編好嘅，做編好嘅，因為佢上次做編當舊應該講簡單冇簡單，之前做編好嘅。哦，啊，做冇編落去啲，啊，做風格冇嘛強樣，所以我將冇編落去，我咪冇留佢上次我最近我好朋友問伊講啊，係咪編落去？後來我就想講啊，唔可以編好。風格冇強樣，啲風格冇強樣，所以我就冇留佢講。啊，結果後來我想我自己出偏東一種專輯，這樣想誒，我做得用亞洲歌曲來做核心，然後再慢慢比較合張專輯的那個核心思想。創作嘅時間就接近
尽量接近。这样是已经变好啊，啊，后来变落去的时阵，又早小可改变嘛。冇，就这样的方式，这样的方式。俺讲的有中央请给上司的编曲欣赏，然后请给他听。编曲欣赏哦。编曲欣赏就钱伟良，然后魏尔欣赏，然后很贵的老师呢。哎呦，很贵啊！编一首大概5-6万。钱伟良欣赏粉多多，他最近他最近拿奖拿到很热络，真的哦。他最近拿奖拿得很热络。台湾这个编曲老师应该是最顶级的，最顶级的。不过这个要谢谢王洪恩啦，跟上次移民来的老给天数，天数老给举办的发联的演唱会，啊，跟上次做安度后带动钱伟良欣赏了，都发联，然后是不是从这首歌开始这样结缘了？对，啊，所以我一直懂气氛，加个编曲方式。对，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台湾其实最顶级的就是那个钟兴民老师，有没有？真的，李竹新也是，你看自己毛遂自荐。差点就跟钟兴民老师合作，真的，就是那他那个时候编曲的价格都是比一般顶级的价格的多1倍的。他那个时候20-30年前，真的哦，对啊，好吧，有 give 啊，现在有没有搞到更高了？对啊。现在他可能看感觉，某一天他应该是看感觉，看感觉，看感觉的。这好难，这太难了，这。CV 欣赏最近没有新的作品出来，你知吗？同文成强用诶，同作计划，啊，唔讲诶，前2年就开始，开始是去给很多校歌，乜个迄个，校园新客家歌运动，非常踢给时间系按那名诶，啊，听伊给做迄也给做迄给很多校园唱歌创作推广计划。去年开始啦，V 个好搞笑校歌，客家校歌。啊，停1年之後，今年又開始，就係2025年又開始有隻計劃。佢上次聽年嘅時間有13數嘛，下擺堂講有24數。哎呦，多1倍耶！時代講24數，有24數。雙 CD 的概念。對，24個歌手在為所有的學校在幫忙寫歌。哇，太厲害了！哇，對，然後就幫忙寫天數啊，下歌誒。曾宗偉有下冇？冇，陳偉有下冇？盲眼喺要做得下一下，真嘅，要當希望做得要當到。他自己多講嘢啦，可能他們比較貴啦，請不到他們。真的。係啊，要不就係因為老投降國小合作啊，雙北黑老風發臉給片的嗎？係發臉給片，可是稻香國小有點難，我覺得難是難在它的名字太響亮了。稻香哦，对他现在学校放下課的歌都放稻香哦，真的呀，真勁啊！你去到學校，周杰倫的稻香，真勁啊！你以後搞第2下課鐘聲就稻香就響起來，你要怎麼寫歌啊？哦，你可以放一段稻香進去啊。壓過那一首就壓不了啊！太貴了啦，我沒辦法。版權可能不知道怎麼買。版權都要辦買啊，我根本放不進去。蔥有些擺吧，有些蔥有冇買蔥？有，好可怕。你從客家版本啊？我不要。哦，壓力太大。跟上時候下給他狗 Q 的時間啊，就想啊糟糕，這我真會選的稻香。對啊，後來後餐來的老告狀，討論的時間，他就說好，二話不說，我們就一起來這樣子。啊，但上海腔他衝撞。沒有，我幫他們寫歌，說我要進去學校裡面去感受這個。你不要寫稻香嘛，你寫稻米香或是爆米香，這個也爆米香也不錯啊，哎呀，哦，對啊，可以啊。對，爆米香客家話用辦講，來，標是什麼？標米香，標米香，誒，唔係啊，唔係，幫米廠。幫米廠，幫米廠啊，幫米廠啊！哎呦，今天有好多嘞，幫米廠，哎，做對呢，你看工程師研究院對呀，果然不一樣，哇，太厲害了，都已經忘記怎麼講了。你可以把所有米製品啊，全部都寫出來。對啊，沒有，其實要在街坊來街上是夾的時間係5年份，第一期稻米已經開始在發芽，開始，街上是可是。
计划还没开始，哦，糟糕，这下我要怎么拍？因为其实一直凶都讲，好像拍个 MV 冲对，我现在写好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个稻米。不，应该讲稻米已经长出来没有用，可是我歌还没写啊，国文还没写，哇，这个下完蛋了，然后都对不上他的时间。那就要靠你了，赶快啦，赶快！后来就脑力激荡后来就想到他学校，因为一宽嘛，他学校司令台上面写2句话，一个叫做“勤读书有书香”。勤耕耘有稻香啊，我不要用这边，我用这边，叫做书香大地。哦，没稻香，对，我就把它避开了，就把他们的那个校训下面就抽了。对，抽，就用书香大地。创作人真的就是有无限的可能，我们也要去规避一些做不到的事情。对啊，不然怎么跟他拼啊？山不转路转。对，我觉得可能赤壁老师真的对客家真的不遗余力。公烟青苔啊，谢。应该太干了，对啊，应该。比如说安火堂的国我们大概打，吃龅鸭那条国这个大家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啊，谢，随时都会听得到的。有铁龙贤贤，龙贤贤已经唱到好像他的歌一样，真的，还有通奏。对啊，他已经变成是掠夺你的。好吧，我们今天来个掠夺的特别节目。后继有人，可以前后代哈，可以前后代，可是我不要当第一代啊。你当第0代，好快。长江后浪推前浪了，哎，要有自知之明的。好吧，是这样，是谁？谢谢，我来回做这题哈，好嘞，杀了，还陈皮带来对应。哎呦，好来，谈完了。而且现在不只是周琦给他冲奏啊，他现在还做制作人。制作人，对啊，推女团。对啊。里面俺知道他改给创作，就是产量要多一点，然后我再贡献一点自己的小心力。对，你怎么不对啊？他不是怎么组男团呢？你为什么不自己组？我这样能吗？可以啊，改周 demo。理想的生涯，无甲无啥，一撮半山崖，踩踩踏踏，通登山行水，留下思念，爱留下思念，人间流浪，有情的顺流，故事代表，迄天注定，总会该留念。总有你成双，只有南航白，又想梦出又讲梦想天堂。散梦就有希望。尘世繁衍无歇困，将看不对眼，眼光沉默。梦魇中，誓言不系妄想，誓言不系妄想。往前途，眼里笑上漂亮，经过风霜，难挨改步拢世界安排。为生发匆忙，路途相依，风无边的笑容送给下家，梦中有你成双，只有南航白，有什么？
手又讲梦上天堂。散梦手又金毛，旅途上喜，怎无面结笑容送呀呀，梦中有你心松，照南行呗。又想梦手又讲梦上天堂。手又起毛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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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cker， 这个真的，他的这个表现的风格真的很独特，独树一帜。哎，陈伟懂贴片呢，贴片，他本身唔系学音乐的人呢，他强的呢。他是戏剧系的，对对对，那台湾太好呀，就跟钟伟一样啊，台湾艺术学院是工程不务正业，这大家就是没有，其实就是没有学非所用了。对啊，那大家好像他比较不是啦，给他有一些关系啦，可能会做舞台剧之类的。以前太好该时节就是帮这个导演嘛做配乐配乐，就有设计是配乐还有歌曲，该用时就知道，该做戏剧，就是他好像要跟听导演的，嘿啊，就是有一点没办法自己做那个主人助稿。那你没有自己做导演哦，在做配乐。当然了，你在配乐的导演希望能够这个地方能够澎湃一点，或是怎么样这个有点很要求。我有意见冇共用的时间，系吗？要求很机车就对了。有一些了。不过有的可能会很精准。所以每一个人想法冇共用。不过后来这家做音乐创作，就知道讲。这家就是呀音乐的主要的编导。你想要表达嘛，该就做得表达出来。就后来就转到做较多创作歌曲的路线啦。这样你慢慢的改变，哈，最后就是牙子牙擦的。其实张可是应该唔係做客家音樂嘛？一開始也有做華語嘅歌手，華語咩有做歌手，咩有唱片公司嘛。然後還有就係講，也有做一些。配樂就係廣告啊，片樣，一下也有啦。不過唔定用版，就是一下歌手呀，這個收入比較多。歌手的以前不是這樣。我覺得你就是有人幫夫運。開運。黑毛開運，干頂頭嘛。歌手就是這樣，你就是上個舞台，然後唱個歌，可能就有一些有演員啊。對呀，那個場次如果多的話，又更多。對啊，對啊，你又表現到，你又這麼獨特。對啊，你的回頭客一定很多啊。對啊，那客家發通又按多。一定很需要你啊，對嗎？回頭客，對啊，就會講禮拜六表現到今後，他一般很會請啊，他是現場就會現場的那個渲染力，對啊，是渲染力，還有他的談話的4次元，對，就是很跳痛啊，你落差很大啊。他是該去戲服，會上網啊，會上網，後準備。而且現在不只是周琦來創作啊，他現在還做製作人啊。製作人，對啊，推女團。對啊。因為也知道他家嘅創作，就是產量要多一點，那我再貢獻一點自己的小心力。對。你怎麼不？對啊，他不是怎麼組男團呢？你為什麼不自己組？我這樣能嗎？可以啊，哎，做對嗎？做對啦，這樣對嗎？我知道女團還是比較快。對啊，還有就比較有吸睛度了，對，就是被那個同溫層給激勵了。哎呀，你要出一個女團，跟他們就是較勁，是不是？沒有，互相學習。來呀，他們說來呀，把這個客家流行音樂做到，就是教學相長，都照嘅對吧？向他發揚，係嘛？後來就講做完自己的這個嘅轉型之後，係就知道團隊做一個
爱你记你我他系列，对，那现在爱老记爱老你已经做台了，就是已经都上架了，剩下记。哦，他还没找到。他是第3首歌吗？对，第3条歌都是情歌。第一条歌有弄爱，一条歌有弄你，稍微一下记，对，爱是讲渣男，你是碰到真命天子，记是现在的对象还在想前任，第3者，对，所以就是希望用了这个概念串联一个爱情，就是女孩们的爱情，是不是？对，希望用一些 K-pop 还有天子嘅感觉来做客家歌。咱不希望佢哋做得来。当然啦。对，反养，你讲一张就好了呀。对啊，来3次啊，他们一个人一个扣打。制作人孟达那么熟，对不对？你一次我一次，他一次。我们努力，我哋努力一下，把那个音乐再练好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为客家付出。真的啦，真的。两片的歌数全部都黑啊，创作歌数嘞，我下客家歌也没冇简单。真的，对啊，好，谢谢。什么的？好了，还有什么要聊的吗？没有哈，没有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虽然我们客家在台湾来讲是比较小众一点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小众也有小众的需求，对嘛哈。小众还有一点蛮好的，就是我们创作比较不受限。嘿，因为商业市场考量，可能俩流行嘛的东西，大家要去趋近这个东西。对。不过他去搞黑工，去搞做，有时候他搞创作，我们比较没有这种局限。对，我后来发现，真的，我们客家的音乐真的不输其他语言族群的这个音乐，真的哈，风完全不一样。罗哥要发客语专辑了吗？这边那么多创作歌手。文化部跟客家委员会，你什么时候要？你给发哎，这段不要剪掉，留下来客家 BMP， 罗斯峰会出客家专辑嘞。对，我就写可以不用写。大天八雷狼六7狼没走的。来，文化部客委会等你电话啊。打电话来哦。好，文化部客委会 call 我。0966，9 666 7狼6狼。来，谢谢。什么 CD 有需要创作歌手，厉害创作歌手，谢谢。好，还有一团精彩的节目。好，还有一团哦。好了，莫转台了，看一下来。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。罗哥他对你很好，他叫我在老俩表妹给我拿送了100。对，他说这个照片是用他的大头照做的啦。你这个照片你看这个太诈骗了啦！那他一会俩去讲，就会俩不赢的用很亲切。这个比较有人缘。对，这个比较没有人缘。太冷了哦，太冷，很假，丢掉。变这样，这是我们闹热打理台的表妹。农业音乐会，哎呀，人家派啊，你拿唔错。神秘嘉宾啊，对，那你拿。我变高了，哎呦，因为2位来宾啊，特别为佢准备了，有看出来很满人，但是今咩客家人幾好多人，但是非常有客家性、客家情。看出有滿人，你有看到順通有瑕疵嗎？看遠看唔到咩？係咪？咩客家人唔過千有客家性，要發行嘅親情嘅作品來到你嘅節目點會多？要發行專輯嘅。之前咩啲你嘅節目比賽成績一好，你好上嘅動到就出嚟，桃李滿天下。沒錯。好啦，按等下的訪問機啊，分享一位法神。
你的身边啥人陪伴？窗外雨水滴滴答答，我的心酸无人知影，无人知影，也是一杯予干。你的身边啥人陪伴？乌云大雾亲像放线，我的心酸无人知影，无人知影，也是一杯予干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单身孤影谁来伴？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啊跳袂煞，无人伴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冷冻心肝这呢寒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。我也是伫这要唱歌予你听。你的身边啥人陪伴？窗外雨水滴滴答答。我的心酸无人知影，无人知影，也是一杯予干。你的身边啥人陪伴？乌云大雾亲像放线，我的心酸无人知影，无人知影，归去一杯予干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。单身孤影谁来伴？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啊跳袂煞，无人伴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冷冻心肝这呢寒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我也是伫这要唱歌予你听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单身孤影谁来伴？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啊跳袂煞，无人伴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，冷冻心肝这呢寒。孤单的叉叉跳袂煞。我也是伫这要唱歌予你听。我也是伫这要唱歌予你听。配上4位美魔女，几位好，大家好，哎呀，什么姐姐啊，4位美，按不动发我叫姐姐可以啊。哦，真给啊，不是叫阿梅就好。哎呦，公益法神呐，哎呀，有法行，哎呀，又出新专辑了。你还转 C 还单曲？专辑还是单曲？单曲，哎，2首啦，单曲。2条新歌。哦，啊，双拜落迄咩专辑啊，单曲。单曲也是单曲。双拜落要单曲。对。哎呦，你真的好厉害哦。对啊。对呀。哎，真的很跟得上流行哎，他跟 Hill 上瘾就会让单 Q 发。单 Q 的不能某个 Hill 上瘾，所有这个大的唱片公司，对，现在都是单曲发，就是他年前。年头就开始发单曲，发到后那个年尾刚好成一张，对，因为一张专辑挺久嘞，怕他忘了，对啊，就成一张以后，他就年度就报金曲奖，年度就变转系列，哎呦，4位美魔女是你的学生吗？哎，不是，他们是我们那个歌唱班，然后永吉社区发展协会，他是舞蹈班的4位姐姐都很漂亮啊，舞蹈班的老师，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哦，难怪跳得比你好。你的舞蹈是老师编的吗？他的舞是你们教的吗？不是，这位
老师教的哦，教他们教的很辛苦。华生，我记得本来好像有点不会，现在华生老师非常有感觉有调教过，对，他的韵律很不错，对，他之前比较智障一点，一穷黑哦，英雄迪波赌，现在都跟。你现在的那个律动懂后嘞，有啊，对啊，有发行不错。你看我发觉到你们没有在台下笑了，而且我们还研究，这是那个时候那个就日本之前很流行那种啪啦啪啦那种节奏，对不对？可以让大家做手部动作 Q 哈的那种。当唱跳歌手不容易哈。对啊，很喘呢，开玩笑，很喘。刚给跳国语后堂啦，孤单恰恰。你的声音怎么有点那个陈雷的感觉？唱这首歌真的吗？有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雷。真的？为什么啊？我那次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啊，他听我的声音，他就说，你的声音很像陈雷耶。可是为什么？在医院唱歌吗？没有，你看医生，他为什么会觉得你像陈雷？他说为什么很像陈雷？可是有吗？英雄有一些那个音色很像，但是他给他嗓音还有嗓一些嘞，他声音比较年轻一点。哦，当然一个60几岁了，你有办法一只手翻吗？啊，为什么一只手？我可以用滚的。陈雷大哥都是这样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唱一唱就一只手这样翻。真的哦，我还不是看过哎。有啊，他在舞台上现在60几岁，他前一阵子才在新加坡开演唱会。哇，真的哦，还是一只手翻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很厉害。一只手翻是什么概念？不知道哪里学来的，这种绝活哎，很厉害。一招打遍天下。哦，两条歌很起来创作嘛，孤单恰恰。起来创作还有。对啊。哦，好厉害。因为其实这首歌我当初发想是。孤单恰恰，其实我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呼应啦。对啊，然后其实很多我们像歌手在台面上都很光鲜亮丽，可私底下其实好像失落感都会很重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想说这首歌虽然词写的有点悲情，可是我想要用比较开心的东西带给大家。有点韵律感的感觉，这样子。他现在已经有那种歌手的感觉了。对啊，就是其实我们在台上光鲜亮丽啊，跟大家还有舞台这样冲出去冲回来，粉丝很多啊，很多粉丝懂得啊。但是回到家你会觉得好失落。对，会有这样。罗哥，你演的好真实啊，传神，好 real。对啊，就是好像啊，我罗时丰回到家旁边只有 David 叫狗不来，儿子不理我。对，只剩老婆滑手机。David 过来 ，David， 他只是这样。太传神了，我要流泪了，不要再这样。孤单恰恰这首歌很适合送给罗哥。对。哦，安永哥一直心情了下一个哎。对。也算是用音乐陪伴大家的一个方式。对啊。所以就是每一个歌手真的就是你在外面感觉上好像歌手哇很有活力、光鲜亮丽哇每一次都拿生命在表现。但其实回到家里他还是有那个失落、孤单的一面。孤独的时候。空虚耶，所以你们要常去他家陪他。陪他也可以啊，有时候创作的灵感就是这样来啊，聊天聊一聊。就你跟顺通的朋友可以是啊。回去就是多去教他舞蹈了。对啊，教学相长。教学相长。教跳舞、教唱歌嘛，对啊，搞留一下。对啊。录影或那个录音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录影的时间。有没有？有啊，还是创作的时候比较特别的这次的创作经验。我本身不是走创作啊，可是会让自己有一些动力吧，所以我每次在班跟班之间，我在骑车的过程当中，我就会想说，好像有什么歌可以再做这样子，我就开始想旋律这样。有时候旋律想一想，怕忘记，我就停下来，在路边就开始在。对手机唱歌，我也会。南美黑，对，溜起来就唱嘅，真嘅。一听完马上溜起来，我就不记得了。我唔记得。对，可是就会有歧视，就会留下来，就说你怎么需要帮忙吗？这样子。你们是赌高呀？真嘅。旁边有人问你，是不是？有，我有被问过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啊，蛮有趣的。所以其实他陪我走过那段创作路线的。你说有一位陌生人的善意吗？有为他写一首歌吗？
啊，要不然你就可以，反正他很有心呐。我每一次发文啊，我其实很少发文，我一发文他都会在我下面按赞。你不要说他我留言，我都是，可能每次他都是第一个。哦，第一个。我想说他是网络 AI 还是什么，就挂在网上。那他真的在家里很孤单。真的嘞，他就是要按个贴图也好，就是给你打气，就像他想要传递给别人的精神那种感动。正能量。谢谢华生，谢谢。他这就好像给学生啊，给什么一些正能量。分给他朋友啊，很好啊，让同业啊，他也激励我们啊。对呀，很棒。哎呀，有华生这么棒呢。对啊，良师益友。良师益，再来一首歌好吗？好不好？这次有合作伙伴冲。对，这次呢特别从唱片公司挖了一个实力派的女歌手。你现在是去给他唱片公司吗？没，我去给他周诶。你去给他周诶？我说唱片公司是其他家唱片公司。隔壁其他唱片公司。哦，你去挖角。对，认识了油呛 EV， 狗树就冲嘞，然后跟你一起合作，是不是？对，同样合作，合创一条歌诶，两匹狗树嘿。陈燕飞，烂的未来，很烂的未来啊，烂的未来，好了，各位狗宝，烂的未来，烂的未来啊，烂的未来，烂的未来哦，你是烂的未来，是烂的哦，这我都知道，烂的未来啊，你是好多人诶，你。我较少年啊，好那个少年啊。你说要陈雷吗？可能宜兰腔。说真的，有时候看到台语剧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，但是看到那台语剧，你是客家人吧？年轻人很多那种新的年轻人讲的台语，我真的是很棒，真的很厉害。你好危险，你发言总是好危险。好，来 ，OK， 来听这一首很烂的未来啊，不是烂的未来，来。我的心情你敢知？你敢要跟我走天涯？你的心声我了解，因为我是这呢可爱。对你的言语藏心内，予你无烦无恼是爱。温柔甲体贴是世界贪人济。酸甜苦涩拢是爱，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，这是我人生的气概。心爱的你，我永远会等待，相亲相爱，自由自在。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，打拼付出较实在。互相来了解，幸福快乐，永远拢精彩。我的心情你敢知？你敢要跟我走天涯？你的心声我了解，因为我是这呢可爱。对你的言语藏心内，予你无烦无恼是爱。温柔甲体贴是世界贪人济。酸甜苦涩拢是爱，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，这是我人生的气概。心爱的你，我永远会等待，相亲相爱，自由自在。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，打拼付出较实在。有你的疼爱，互相来了解，幸福快乐。
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，这是我人生的起开。心爱的你，我永远会等待，上轻松的自由自在。希望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，打拼付出较实在。有你的疼爱，互相来了解，幸福快乐，永远拢精彩。这荧幕7P， 你看又有一对，难怪老婆今天不来。对呀，老婆不敢给他来。我觉得他们感觉默契很好，火花四射哎。对对，而且你声音吗？你声音好甜哦。罗哥，你要一直在这吗？对啊。你是不是因为燕飞在这，你要一直站在这？风景比较美一点。风景比较美，你很敢勾引。没有。我想说，他怎么一直不过去？我们交换位置啊，这样可以这样。啊，真的。新朋友来，我们不能亏待人家，对吗 ？Q 本 U 就随便一点，但罗哥他对你很好，他叫我在老俩表演够拿松了100，对，他说这照片是用他的大头照做的啦。你这个照片太，你看这个啊，太诈骗了啦！这个诈骗是到极点，我们婆婆妈妈很爱耶，完全吞，他直接把我们大图直接，可是他不是你啊，完全冇共用啊，冇共用吗？冇共用，冇共用。那他衣服俩去个，就俩本人在用哎，很亲切。这个比较有人缘。对，这个比较没有人缘，太冷了哦，太冷，很假，丢掉。变这样，这是我们闹热打擂台表演。你唱这首歌声音更像陈雷，真的哦，对啊，就好像陈雷跟蔡幸娟在合唱，有种感觉。懂 T P A 跟组合的火花哈，对啊，这样合唱有没有产生什么火花？两条歌还没很瞎，也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应该说，我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，因为就是要比较俏皮可爱，是。然后当初认识燕飞，是我们在卡拉 OK 一样在做幕后导唱，录制卡拉 OK 导唱。以前那个不是原声歌手，因为要钱嘛，所以他找我们就是素人去配唱这样子。对。你有唱过呀这种东西啊？有啊。你有唱过？两边都会聊着，你按用唱卡拉 OK 歌手。以前伍思凯也是都是唱那种配唱的什么45转啊，很多歌手。新的歌手还用出来啊，然后因为这样认识，不认识，我们都不认识，而且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他每次制作人团来都会说华生跟。他以前叫雪萍，华生加雪萍什么歌这样子，我就知道他这个人的声音。然后后来想说有这样的歌的时候，他当初跟我那个唱的感觉很好，所以我就去找他一起。对啊，就是情谊，然后本人看到加分，真的，是找对人，默契很好，难怪嗓音按丢带了。他声音很稳，对，所以当初我们在录音室的话好快哦。我们想说，因为那我都带老婆小孩一起去录音。然后录音的时候，他们就去看电影了。看电影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大概这一首歌大概用半小时就结束了。这首歌半小时就结束录完了。你咋把他们支开，然后你们好好，我们好好录，好好培养是。对，真的。因为听到我们这样讲都没话说。对啊，罗哥他总是这样。半个小时太快了。是有点快，是有点快。不是，我其实跟他也不熟，都不让讲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因为声音很搭嘛。对，因为我跟他不熟，我跟他是在脸书，然后脸书连友之类的。对，之前是脸书有共同的朋友，然后去按他影片的赞，对，然后跳出来，我想说奇怪，这个音档是什么？怎么声音？我听一下，哎。这怎么这么像我的声音？就是我们两个录的歌曲，对，你才知道原来华生是长这样。对，就是知道就看名字
识，然后说啊，原来是对唱的这一位。对啊，那时候他刚好在比赛。哦，那年比赛。对。哦，那也蛮久以前了。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对，比较久了。哦，那认识也很久了。对，所以就这个机缘，然后就认识。好好，这拨空来参加我们节目，真的谢谢两位了。发生那些孤单恰恰。对，以后相片要用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看到照片了，我要跟他讲一下。本人就很有人缘呢。对，谢谢两位了，谢谢。不要客气，谢谢。那我们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，好了。这个印象太深刻了，跟杨子怡的身影的冲山歌，哦，像华彩一样的。真的哦。還記得有冇？你記得冇？應該唱記得有唱過嘅歌嚟嘅。哦，家下唱嘅啊。做嘅嘛。歌詞了配那首歌，心莫留。我觉得小康老师哦，可能还是把你印象当中是那种小孩子的时候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 key 是，你 key 是以前他的这个 key， 他变身了，他现在还用那个小朋友的 key。三個音樂會，哎呀，都一集音樂會啊！呢所有觀眾朋友啊，非常樂意看的啊，係啊，單元都有優秀嘅線數啦，大部分都係填充嘅比賽得獎嘅線數啦，都節目底部都分享佢哋唱山歌。唱歌文他個堂吼，係啊，今日哇不得了哦，不得了咧，扎根的有冇？扎根了，從小開始，少年組誒，那個唱好誒，太棒。唔係唱少年組，係少年組啊，那些哦，跟5、6歲天天哦。應該冇按歲啦。冇按歲啦，做小學生嘅啦。小學生嘅差唔多。係小學生嘅，哦，今日就去參加比賽啊。參加比賽純是呢，你嘅客家山歌。對，啊，今日嘅表現也非常嘅好，所以今日也有搶到機會到安尼節目當中來唱歌本那個堂。好，首先有請 TV 啊 ，TV 係黃品珍帶來山歌詞。嚟彈下啦。
品珍，哦，有台中之风哎，台中之风啊！哎呀，而且脸好酷哦，你。对呀，你这个是晒伤了吗？是晒伤，是不是很热？晒伤了。是化妆阿姨帮你画2条红红的在这边，哦，好可爱哦。你擦再红一点，就会变成那个他的眼光，他的眼光。没有画圆的才像，这样是像王菲的晒伤妆。来，王品珍，王品珍，那观众朋友问候一下。来，你跟电视机前面的大家问好，大家好。係啦。大家好。難道乜嘅名？你喺乜啥？王品珍係嘛？哎呀，哈，哎呀，你要介紹你自己啦。客家話會冇？我講唔客嘛。王品靜。王品靜哦，幾好溜呀，講開溜啊，哈。拍攝，實力係拍攝啊，係。哎，拍攝是台語。好多位。拍攝嗎？又蠻講會溜誒。拍攝。我唔係講開溜嘅，誒。俺用海陸來同提出個問號，反正好冇？佢條下講咧，王品珍。王品珍，今年幾多歲？7歲。7歲啊！哦，7歲係國小1年生。係7歲係國小1年生麼？啊，你也係幾多年？小學嘅幾多年？啊，你是不是1年級啊？國小1年級嗎？2年級。2年級哦。1年生啊。1年生了。你個成績好麼？全班第1多名。阿爸，我嫌伊好好溜張，好好講嘛，你種糖唔是真的。你看某張，應該講某張。哦，啊，你有看過我對不對？你是不是有看過我？我們見2次面了，對不對？啊。上次跟姐姐一起，對不對？去海選。不是姐姐，阿姨哈，對。她姐姐，我說她跟她姐姐去海選。我以為說你上次看到姐姐了，我想沒有。自己稱自己姐姐。沒有，我怎麼好意思這麼小的小朋友？對不對？你有看過這個阿姨哈？有啊。上次有啊，你跟姐姐一起來呀。那你有看過這個阿公嗎？沒有。你們家沒有在看鬧熱打擂台哦？有沒有看？跟阿婆啊？有啊。你阿婆我們很熟哎，富麗法對不對？哦。富麗法養阿婆嘛？阿婆嘅片啊。阿婆也有來啊。小姨嘅阿婆啦，有冇？哇，個窮西傳的哈，皮용炸。客少擊球，阿婆衝哦，有冇？孫衝。現在換你了，你還有沒有妹妹弟弟？有嗎？哦，沒有。沒，他也是神話一個哈。對。啊，就是講一個字而已。對，有回答到就好，意思。客家精神。客家精神，按上槍啊，連回答都按上槍。對啊，你這次參加這個比賽是跟誰一起去？阿婆。阿婆。啊，姐姐有沒有去？姐姐有窮阿姨嘛？有窮阿姨嗎？有啊！你拿到第多名？你有拿到名次嗎？哎呦，你是不是第1名？是真的。你是第1名嗎？不太確定，太多了。不太確定。我太確定。他怎麼感覺他的記憶好像很久遠？所以你去比賽，你拿第幾名你都忘了？是哪個比賽？哦，是哪一個比賽？桃園平鎮比賽。是不是第1名啊？你參加了很多比賽，姐姐拿優等，對不對？對。哦，你還比姐姐厲害啊！對呀。那姐姐有沒有很生氣？輸你？沒有。沒有啊，因為她其他比賽贏你。哦，沒有啦，開玩笑啊！你還去參加天川日哦？哇，天川日比賽。你是不是天川日年紀最小的？是嗎？不太確定。是啊，哦，你也知這個你就知道。這個你就知道啊？你拿到什麼成績？天川日裡面。對啊，你第幾名？天川日。第4。第4啊！哈，我覺得他很穩定啊。嘿，輕穩啊，輕穩啊，懂貨懂真。哎呀，阿婆你突然來哈，從西出來呢。有副頭會經驗呢，係嘛？你在這裡會不會緊張？站在攝影棚裡面。會啊，會緊張啊。感覺不出來你有緊張的那種感覺呢。
没有呢，我觉得你很稳呢。对呀，继续加油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，再参加比赛好不好？然后任何一个比赛你都去参加，参加比到最后你就来这里比，这样好不好 ？OK，哎呦，好，我等你哦。OK， 好，谢谢甘家冯品珍，谢谢品珍哈，谢谢哈，谢谢。那你回去坐在那个姐姐旁边，我去那边坐休息哈。谢谢哈。好，谢谢。好棒哦！深眼功真的很好做，很嘿呀。好了呀，小朋友王品珍创台咧，创台咧，沙來第3名嘅陳依玲還有有聲嘅羅依凱帶嚟平白。好了，躺開啦哈。哎呀，两位小阿哥呀，小阿哥诶，咩小朋友啊？陈依林、罗依凱，係嘛？陳依林、羅依凱啊，相陳相羅連，也羅鳳賢，係一啲羅鳳賢，一啲陳鳳賢，係啊。我想到有些熊腔呢，有腔冇腔啊？有些腔啊，他只是比較烹飪一點，但他們基本五官是有像。你吃得比較好哦，哦，還是他，哎，對啊，是哦。是怎樣？他們兩個人有。你兩傻係親戚嗎？你們兩個是親戚嗎？表不是哦，沒有關係哦。
谁什么亲哥？我问说亲哥哥？谁是你亲哥哥？陈奕霖是你哥哥，亲哥哥。你骗我，一个姓陈，一个姓罗，一个什么亲哥哥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一个姓，你有卖？一个跟妈妈姓，一个跟爸爸姓啊。对啊。哦，有的黑暗有。哦，可以这样子啊？可以啊。哦，分好的就对了。对啊，可能这样缴税比较轻松吧。哦，是这样。乱讲的我不懂。还是爸爸被遭罪？啊，应该没黑吧？爸爸遭罪就是直接一个姓了啊。就一直香嘞吧？哦，真的没有。哦，某一天哦，没某一天哦。遭罪他会拜托说啊，那你至少一个要信我们家的。哦，哎，不光用的就黑一个从母姓，一个从父姓就对了啦。哦，是，所以2个是兄弟。兄弟。他是哥哥，亲哥哥，弟弟。啊，你孔融让梨，哥哥第3名，你是优胜，这样是这样吗？哦，他说，哎，我也不知道。2位现在是几年级？一多年。哥哥几年级？几多？我国一。你国一啦？国中1年生哦。国一啦。你那国小？6年级。6年生。6年生。哦。啊，还不错啊。哎，怎么会想去参加这个山歌的比赛？对啊。哎。怎么会？对啊。平常都有在练唱山歌吗？是谁帮你们报名的？嘿啊。阿公。哦。阿公哦。你讲海风的就知道，哎呀，你讲海流的。你们是讲海陆的吗？奇怪，我讲海陆他们都听不懂。你的乡音不够重，不够地道啦，不够地道哎！哎你会你用唔要讲哎，就会不清不楚。不清不楚哎。哦，阿公很流行，阿公叫你们去练山歌，对不对？还是跟着阿公去？阿公喜欢唱山歌，然后你在旁边跟着看这样子。应该吧？应该吧哈。然后就自然背起来了这样。他教我们。他教你们的啊。你是受到阿公的影响比较大，还是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比较大？阿公哦。阿公的影响啊，当然是阿公的影响啊。阿公会给零用钱呢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阿公就会说啊，哎来，听阿姨3个班唱歌哎，唱歌是 Q 本，哎呀有钱了呀，是 Q 都买那个东西。来配给你。现在至少要100块。哦，100 Q 本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那就是很棒，自动自发。去给兄弟好些个。所以你们也有兴趣，觉得这个客家山歌很好听。还好一点点。他们2个这个还蛮有志一同的。那感觉上就是有点被逼迫的。对啊，可能他们那个哥哥更有兴趣，是不是？唐公给哥哥头发没有落，然后念呢？给哥哥会满意。嘿，你哥哥是谁？我不知道。罗世恩。当久的啊。嘿啊。有落过参加比赛过啊。啱唔啲啊？幾樣事還冇來吧？哦，幾樣事係咧海軍主持的事情。係。好。所以你對佢應該冇乜印象。冇乜印象呢。不過佢冇有來，哥哥今天有來，對不對？哥哥今天有來，因為我看到那邊燈打亮了，對不對？哥哥坐在那邊，而且他還拿着麥克風，意思就是要上台，對不對？所以那個是羅斯恩。羅斯恩，來。羅斯恩。羅斯恩呐，幾多歲時間來？羅斯恩來。來。羅布山兄弟啊！羅斯恩。哎，哥哥，他自己站 C 位，還把弟弟推開。他推開。哥哥比較大。來，哥哥來。而且哥哥比你們有經驗嘛。哥哥站中間。以前他在這裡比賽的時候成績很好嘞。冇。真的呀？有。有啊。蒙記啊！佢講佢還記得就被我師公表現得清楚。這個印象太深刻了。佢用實際的身影來衝山歌，像那個划船一樣嘅。真的哦，行雲流水嗎？我們說他。也講給他通走。暈船歌，暈船歌。哇！表情周久就出來。對啊，還有大風大浪。有。明明是山歌，還有大風大浪。雖然沒有狂風暴雨，還有大風大浪。真的哦，現場現在還記得嗎？倆哈？記得一些的。我們應該有一些資料帶吧，哈，到時候把它秀出來，應該。把它秀出來。這種反差，很反差吧？人家講真，行到陸空哎，那頂係老實人。完全冇共用啊，變一個人冇共用的啦，個頭髮暗色。佢不導演啊，佢不太啊。但是太邊用啊。我唔會倆，佢倆唱歌你就有印象咧，我想起來。還記得有冇？還記得冇？應該記得有唱過嘅歌好咧。加下唱嘅嚇。做得嘛？好，再唱一遍，秀一下歌詞給你，好不好？
偏半。哎呦，好来，要有以前的那种 feel 哦，那有味道。要晃一下，要晃一下。哦，他要晃是不是？我们要让开多大空间给你？没有，你可以靠过来没关系。三五六那冲流，又好了汤那，各自了配那说噶，心莫留。我觉得小康老师哦，可能还是把你印象当中是那种小孩子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的 key 怎么那么低啊？你 key 是以前他的这个 key 啊，变身了，他现在还用那个小朋友的 key， 用打哎，你没想到他已经变身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你找一个他的 key 嘛，哎呀，变身以后的 key。你直接唱，老师跟你也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吗？356，356那 ，OK， 可以，好来，直接356那冲流，又好了汤那，各自了配那说噶。心莫留江南。哎呦，后堂嘛，哎，两个弟弟，他们两个弟弟一直在旁边，对呀，在后面讲，哎，哥哥唱的好不好听？好听啊，比起你们呢？比起你们两个呢，可以吗？不知道，差不多。你很有自信哎，罗一凯。这个讲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很有自信哎，罗一凯。他哥哥比较还好，自信哥。啊，自信哥，自信罗。那你觉得哥哥可不可以回来比赛？可以，好不好？欢迎。赶快怂恿他，赶快怂恿他。罗诗人赚了比赛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真的很欠缺这种年轻。对啊，诗人俩几多岁？18歲，18歲高中，太好啦。哦，漳州太好。哎，太好，19吧？你哥哥几岁？你还要做正堂？啊，还没过快了。他们兄弟，我觉得感情很好。那个兄弟就会按钮。兄弟，感情哦。爸就会。会打架吗？你们在家里会打架？吉良啥不呀？吉良啥不呀？对啊，动。感觉得出来，侦查他抖一些的啊。哥哥比较稳重的。对，你有想要来比吗？哎呀，二轮比赛嘛，可以考虑，好不好？都太好走的啦。现在大一嘛，对啊，大学反正也不用什么读书啊。没啦，那个还会读书啊。就是反正学期到了这个，会过就好，会过就好。对啊，有空的时候真的。反正来比赛哈。哎，你有样个时間都做的啦，哈。对啊，我刚看你唱的这个东问啊，应该是第1名没有问题。冠军歌手。You give me 哦，共振金 You give me 哦，好不好？中了比赛啊，哈。好，等下就直接跟我们制作人报名一下。好，跟我们孟达报名。我们直接下一集就过来了。好啦，谢谢思恩啊。哎呀，谢谢。还有什么艺林，还有一凯啊。哎呀，谢谢啊，安之 C 啊，哈，走家哈，谢谢啊，等你哦，好不好？等你啊，思恩现在就直接去那边报名了哈，这边请，来左手边，你往那边走，你往那边走，制作人那里啊，哎，制作人把他名字留起来。哦，谢谢哈。两位就回座哈。第3名跟优胜。好，不要再打架了哈。OK。小，你用3块抽下去就可以死。感觉小的不听大的啊。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因为小的比较有自信。比较有叛逆。他刚刚哥哥说他是自信哥。对啊。对啊。他门给嘛都蛮低，然后小的就直接。对，就是大的感觉比较含蓄，比较害羞一点。对，他会。小的比较大拉拉的，对啊。所以应该是陈应该都会被逻辑。艺林。
对啊，艺林，还是罗的，就是比较霸道，香楼给你。你觉得我很霸道吗？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我2公俭让。有可能是我那个星座的关系，巨蟹座就是这样子。表面是一套，那是底下没有。乱讲啊！来，杀了。好，杀了，觉得提名咯，大提名嘅共修一带来落山歌。好嘞。练家子，哎呦，真的是，哦，感觉有好过阵痛嘅戏曲嘅，对，感觉是就是会吊嗓，嘿吗？你刚刚是吊嗓在唱，所以你是应该是我猜一下，应该是戏曲学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错，戏曲后面，而且从国中开始唱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戏曲学院就国中就要进去了，还是？你叫我狗子你会肚子冲。还有你档案真是吧？还有谈到，那你吃了狗子，讲各种开始啊，做冲戏、做戏啊，嘿嘛？哎，那个哎，放眼望去，这样
看一下所有田传艺的比赛，全部都给戏剧学院。去后演的呢。对啊，包办的啊，哈。全部。金钱跟11闪妹黑嘛。对呀。11闪。好几学姐是吧？学姐，她是大学太后的。对。高中铺的呀，太后铺。我现在是。各种可是。大学。太好。刚升大学。刚升大学哦，所以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去读这个戏剧学院？各种就可以是呢，懂辛苦呢。对啊。无啊，因为我婆同校看戏。哦，看戏哦。古时记就本来。嘿呐嘿。记就本。冇，所以你从細就聽到阿婆也看客家台戲。係啦，還有從細就有嘅龍頭比賽。哦，龍頭比賽，代表學校龍頭比賽講客家嘅啊。係。哦，所以你就有興趣。係。哦，乜曉講客家話樣。哦，但是按照學校本身，讓我想過，我去讀個戲曲學院。因为戏曲学院是唯一一个就是专门在教客家台语，对，有做客家语，有这个科系，这个科目，所以你想就是要往这地方去钻研。对，因为这是传统文化，现在很少年轻人会去进剧场看戏，所以。就是想说，就想要让大家都对。所以你就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去参加做田传艺的比赛。对。第一摆哦。对。第一摆就第一名，戏曲后演的真挺厉害。我就说就是被他们包办了嘛。我讲来知道按有咩以后啊，因为从11闪咩强用嘛，表示讲欣赏做的家属都两种新的，无嘛同头发跟传统冲强他无相冲给，他们这种其实结合了那种。有点京剧的那种吊嗓唱腔这样，就是完全会不同。吃肉整才他已经跳脱了。没看哦，传统啊三个就是很制式化。对，你们是完全比较多的就是戏曲，对，戏曲的部分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要练习一字行腔。对，一字形是哪个意思？一字形腔，一字去行他的腔，对，以他的字去走他的腔，对，然后再用自己的这个感觉，自己的这个每个人的习惯跟拖的尾韵都不太一样，对，这真的，因为实际上我上次听一位这个就是郑校长，他有说过，他应该也是你们非常尊敬的一位这个校长，未来就要进去那个永兴剧团里边都表演对，他也是说，因为要按多深演下来，可能当到线上搞的部分全部都比较一板一眼，就中规中矩。老师教的方式就是就是这一套，然后就是教给所有的学生。所以，俺也大概看到天师当风来比赛，全国的比赛也都参水炸哈，可能就是比较制式化啦，就是。好像就是欣赏高的，就是比较，我就要照老师欣赏高样用的去喊。对。你还有上的可能佢有好嘛，像刚刚他说的，一字行腔。一字行。不过有七个高心，七个冯氏，七个表现的，系啊，这每一首都冇强用啊。流行歌曲咩啊？流行歌曲也是这样啊，每一个歌手强一条歌诶，冇强用人唱，冇强用的感情，就像厨师一样，你同样的食材，你每一个厨师炒出来的味道可能就是不一样。那吃到安永，青安永就青后啊。山歌也是一样啊，对吧？所以它就是这个3个大调，但是这个3个调里面，你可能诠释的方式。共赢冲出，共赢强。共赢冲出，共赢强。你喊周希，我们单枪冲突。很厉害。你还有参与客家戏曲的表演哦？有啊。有，就福高地不会读吗？福高地不会读，嘿，平常时就有给实习演出，然后会有给我们学生有就是展演的机会，然后再来就是校外的，就像永兴客家菜茶。对，给我有抢呀，有啲地方实习。实习哦，对，是做幕后人员呀，还讲双腿表演。双腿表演。至少你拖给他学校，有出路啊。有机会，有当到机会和本展现。不管嘿幕前还是幕后啊，对啊，做在你展现呀个对，大家一起组织起来表现本太加宽，客家的非常的传统又精致的戏曲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愿意踏入
这个客家这一条路，我觉得就是独树一格了，真的很棒。哎呦哈，加油啊！好棒啊！谢谢你，谢谢，安子 C， 大家好。哎呦哇，这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哈，谈到后上人冲过的感觉，感情无强用吼。我是感觉安尼客家还咧有点希望啊。尤其迄人看20人年的迄螺丝人类有冇？哎呀，从细看到大，也很冲得很好。哎，很冲，无边的啊，都动力好啊，做动好哈。哎呀，所以个好冲过的朋友们重要哈，大家做来安尼节目，所以训练也好啊。训练咩好啦，有专业评审欣赏啊，练胆咩做的。练胆真好哈。哦，大家来报名哈，报名打电话来096667人6等台几个打电话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哈，还没有多谢，哎呀，恭喜双年组诶哈，CP 小朋友继续加油哦哈，谢谢。优秀的客家未来啊，谢谢，哎。是梦小江老师还有公志先生，谢谢，辛苦嘞。是梦天总的工作人员辛苦嘞，谢谢。好了，下礼拜啊，我们记得啦，哎呀，今天的正式时间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。